Hello，我係文怡，今晚5集。呢手牌係幾多個人嘅夢中情牌？入個9筒直接拖5索。有人放降就好嚕。降爆唔翻倍唔有啦，贏18分，第2鋪。上家牌唔碰住啦，入下張先。等一下，我想一下哦，稍等我一下哦，阿炳。結束。結束了嗎？一樣有叫。啊，冇咧，攞5數點解廢柴？咁大嘅？直出呢個魔都冇計。打到啦。睇數字。哎呀，難辣入邊。唔好。哇！對家咁多6、9索，贏9分，第3鋪。叫2個卡窿5啊！都係上家捧得好，贏21分，睇連住嘅第4鋪。你由你。6人抬轎成功，叫個14萬6、9筒。漏咗對嘅話就會罰走自摸啦，贏18分，第5鋪。穩穩陣陣啦，打熟仗。Nice，贏15分。